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在学习，一种要深刻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在入秋霜降这个时节所刮起的九降风，是客家人的最爱。今天我就要当个追风达人，说走就走，背包客来撩。大家好，我是道玄。今天呢，来到这里是要找寻我小时候的味道。我记得小的时候，大人常常跟我讲说，霜降吃丝饼不会流鼻涕。小的时候呢，其实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秋天有好吃的丝饼就对了。今天呢，非常的荣幸呢，请到了小老板要来带我逛这个柿子园。我现在要赶快去找小老板。哇，已经采这么多了。老板你好，我想问一下，这边啊满满的都是柿子树吗？对，全部都是，你放眼望去的都是，大概有种200多棵的柿子。所以现在已经这个月份算是产季了。对，它的产季是每年的9月，就是差不多中秋节前。可是老板，像我刚刚一路走来啊，我有发现很多柿子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那这颜色的不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它的成熟度，像这个红色的，它熟度就够了，可以直接吃，你可以吃看看。好软哦，我一剥它就那个。你可以把皮剥掉，直接吃就可以。哦，好甜哦。对，它只有到红色的这种程度熟度之后，它吃起来才是甜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柿饼啊，是不是就是现在这个红了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这样子它就变成那个我们常吃到那个柿饼。哦，没有哦，没有那么简单。其实基本上我们做柿饼，我们是用这种看起来有黄色，对不对？这种的熟度大概是7、8分熟，不会用红色来做。对，红色会做啦，但是因为你摸起来很软，对不对？对。我们有一个步骤就是削皮。对，那这太软的话，它皮就不好削，所以我们就是会用7、8分熟的柿子去做柿饼。新鲜的柿子吃起来真的不是记忆中的味道，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魔法，将柿子变成好吃的柿饼？现在就跟着小老板去瞧一瞧。现在小老板要带我体验做柿子。小老板，我想问一下，做柿子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第一个步骤，你现在看到那边哈。他们第一个动作就是在挖柿子上面的蒂头这个位置，把这个蒂头去掉。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就是你现在看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削皮的。我刚刚其实有发现，现在用机器好特别哦。我可以放一个试看看吗？就这样放着这样，然后手要放开。对。哦，其实好方便哦。但是我听说老板是不是会手削这个柿子，而且是一整条都不会断的？哦，对，那个是我20几年的功夫了。哦，真的这要练20几年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学会这一项功夫。我是从6岁就开始学了。6岁。对，所以因为还很小嘛，所以会比较慢一点。哇，真的是一条都没有断掉哎。老板，我可以试看看吗？好啊，来。有点难度哦。对。所以我是要先转一圈嘛。对。好的，有一点点断了。其实这真的有一点点难削，我放弃了。所以老板，我们这个削完放好了之后呢，就是直接拿到外面去晒嘛？哦，没有，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过程，就是我们传统做法，我们还会经过一个炭烤的步骤。哦，是为什么要加烤这个动作啊？烤的话，其实因为刚刚削它已经受伤，所以我们要先进去烤一层保护膜。这样我们在上去晒的过程当中，它就比较不会坏掉。那可以带我去看看吗？可以啊，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看。哇，我第一次看过柿子要在炭烤室里面炭烤哎。对，我们让你看一下我们柿子在做3温暖。哇，像你现在感觉很熏，对不对？那我们炭烤过的柿子在上面晒太阳的时候，其实那些蚊虫就不靠近，我们也不添加一些东西啦，所以这是天然的防那些虫的方式。那第二个用意，我们是挑选龙眼木，对，所以你很香哎。吃我们家柿饼的时候，
会有一点淡淡龙眼干的味道。哦，这样很特别耶。对，这是别间没有的。那个碳烤完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烤完之后，我们就是上架去晒。对，那我们当中还有一个过程，就是要帮它按摩。用了龙眼木炭烤，这样就可以让柿饼吃起来更有层次。看这壮观的晒柿饼场面，接下来就是要给柿子按摩一下。哇，整片的柿子海，好壮观哦！它烤完之后就是上来做日光浴了。那很多人会很好奇，为什么还要帮它按摩？对啊，为什么？对，因为基本上你现在看它外层已经是干的，可是它其实它里面还是有水分，就是它里面还含有单宁酸。对，所以我们要按摩的用意就是让它里面的水分排出来。我们就会用拇指指腹的位置，我们就是这样子用力给它压下去，有一个印子，这样可以吗？对对对，基本上我们是从第3天开始，因为第3天之后它的软度就够了。那老板，我想问一下，像通常这样子晒啊，是要晒大概多久？比较软的，我们就是7天到9天。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试干，上面有试霜。试干的话，我们就是要多1倍的时间，让它更干燥。所以是18天吗？对，差不多。我们制造过程就是皮削好之后，先进去烤第1次，然后上来晒，晒完然后晚上我们就是再收回去再烤。哦，是白天先晒，然后晚上再拿回去再烤1次吗？对。所以等于是晒9天，烤9天。对，就每天要烤要晒就对了。从胖柿子变成扁柿饼的过程，就像减肥一样，不断的炭烤、风干、捏压，好吃的柿饼也就产生喽。而在养生上，我们客家人更重视秋令进补。今天来到这边，当然要品尝这个由柿子衍生出来的传统料理——当令的季节美食——客家炖鸡汤。以前大人们常说，补冬不如补霜降，而且当季的柿子呢是最新鲜、最具有养生的效果。很高兴呢，二姐已经帮我准备了我期待已久的柿子炖鸡汤。二姐，你要不要帮我介绍一下这个柿子炖鸡汤啊？好，这个上面这个柿霜哈，是它天然的那个葡萄糖，白色的这个。哦，这个白色的是葡萄糖。我就是吃这个，够味更爱吃这。这个可以直接吃？当然哦，可以哦。好。好吃吗？好吃哎。它的甜是天然的那种果香甜，所以吃起来不会腻。那二姐，这其他的食材也是在一起下去煮，这样调味嘛，对不对？顺便煮，顺便补。这样光看下来就觉得很养生对不对？当然养生哦。好，那我真的有点迫不及待，要多喝一点，健身哈。大姐，那我先喝看看啊，好。哦，好喝哎。它喝起来还蛮清爽的。其实一开始会觉得甜咸融合在一起，我会觉得很怪。可是我刚喝起来好清爽哦，不会很甜哎，它就是刚刚好哎，对不对？对，因为这是纯天然的东西。我发现二姐身穿衣服都有沾上柿子的红褐色。二姐说明这不是沾到颜色，而是制作柿饼的过程中一个美丽的意外。当年老板的妈妈常坐在旁边削柿皮。每当要起身时，就必须一手压着膝盖，另一手扶着柱子，才能缓慢地站立起来。所以，她的衣服、工作裤以及身旁的柱子，都因沾染柿汁而留下一大片深褐色的手痕。那是客家妇女勤俭持家的印记，也是历史的痕迹，更是不可磨灭的记忆。我们叫它做柿染。好，这是柿皮。原来它这个削掉，我以为是丢掉所以它是拿来做这个柿染的原料。对，我们再利用，然后煮汁，然后可以煮布这样子，就是不浪费的精神。对，这个大概是要煮几分钟煮40分到1小时。煮好的，我们就在这边有这个，这里有这一桶，这个就是煮好的，然后煮好之后加温，然后我们把布块去绑花纹，然后就丢进去。然后就是会看到我刚刚看到这边这个。还有这个布块的布块哦。这些柿子皮过去都会当作垃圾或是堆肥处理，现在由于柿染技巧的再利用，赋予它们新的价值与生命。在这里还陈列了许多文创商品，我也可以现场 DIY 做个行染纪念品带回家哦。现在大姐要教我行染，我们这是柿汁，那我们就是沾柿汁，对，那涂在这个镂空的地方。所以现在看起来没有色，等一下
日光晒久之后，它就会显色出来。是不是放越久，它的颜色是会越深？对，就像现在柿汁沾上去，它现在是没有颜色嘛，哈。然后你太阳去晒的话，晒大概1-2天，它慢慢就转色。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奖了。那我要开奖。看成品，大家很高兴，开奖得奖了，好好看哦！看事事如意。我就是今天我真的没想到柿子竟然是可以吃，然后可以玩，然后完全不浪费。我觉得这个精神很棒就是取之于自然，然后最后又回归于自然，是非常可贵的精神。饰染的色调古朴，或许不讨喜，但是却象征了客家勤俭内敛的文化精神。我在这里看到新埔客家人对于饰染手工艺的热情与专注。我成功的把风筝放起来了，而且这个风筝好漂亮哦。这个风筝呢叫做12生肖，它总共有12个，鼠牛虎兔一直到猪，而且现在飞得很高都可以看清楚每一个风筝的样子。这是爷爷做的最大的一只凤凰，现在已经开始展翅高飞了。放大风筝就是要同心协力，才能把它放得好。好漂亮哦，那个颜色。出生在以九降风闻名的新竹，从小就对放风筝以及制作风筝有浓厚兴趣。21岁自行研究风筝，曾经得过传统艺术艺师奖，人称风筝老顽童的谢金健谢爷爷。我上网搜寻了一下谢爷爷的作品，可以说是造型精巧，色彩鲜艳。其中大型的龙头风筝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啧啧称奇。道玄今天就要带着各位观众来到谢爷爷这里来一窥究竟。爷爷，我知道你是出生在以九降风闻名的新竹，然后你从小就有在研究风筝，跟很喜欢放风筝。对，从小我不喝酒，不抽烟，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做，都喜爱放风筝。所以爷爷，你真的有曾经真的就是都不吃不喝，然后就为了做风筝这样子吗？我的心做事情我做很计较，非做好不行。一定要做到飞到好，否则就不行。对，要做到最好，对不对？客家人嘛，感恩。哇，这就是客家的精神，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对不对，爷爷？对。哇，这个爷爷的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年轻人要学习的。所以爷爷，你是研究这风筝大概有60多年了，对不对？有了60多年吧？不止了吧？不止了，我忘记了。风筝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我还做过外销，所以赚一点点钱。爷爷去过很多国家，很多国家。我觉得风筝就是爷爷的语言，带着爷爷飞到世界各地，拓展这个风筝的文化，对不对？那有没有在制作风筝的这个过程中碰到什么自己觉得困难或是艰辛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做风筝要创作一个新的不是那么容易相当的脑筋我愿意就是心力在做得起。爷爷，今天天气这么好，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放风筝啊？好啊。那你要带几个风筝去？带一个大凤凰，跟那个一圈的鲜鲜。好啊，那爷爷，那你带我们去放风筝。好。谢金健爷爷做风筝的好本领全靠自学，而要做就做到最好的态度始终不变。这样的执着让他连做梦都还在研发风筝做法。爷爷靠着风筝享誉国内外，甚至外销养家活口。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少人愿意学做手工风筝，
他不免担忧着这项客家传统手工艺的失传危机。我成功的把风筝放起来了，而且这个风筝好漂亮哦。这个风筝呢叫做12生肖，它总共有12个，鼠、牛、虎、兔，一直到猪。而且现在飞得很高哦，都可以看清楚每一个风筝的样子。谢爷爷这几年身体不好，体力已大不如前，也不方便放风筝了，所以今天就让我这个小顽童来好好的放一下谢爷爷纯手工制作的风筝吧。这是爷爷做的最大的一只凤凰，现在已经开始展翅高飞了。好漂亮哦，那个颜色。抖一抖，抖一抖，抖一抖，哇！是要给它下来啊！抖一抖，抖一下。放大风筝就是要同心协力，才能把它放得好。哎呦，其实拉真的，其实我手已经开始在酸了。太大的话就更重。这个放笼没有5、6个人没有办法放这样。对。在以前，北部的客家人在重阳时节放风筝，中南部的客家人则在清明时节放风筝，这些都是客家的传统。而霜降这个时节搭上这时才有的九降风，正是适合放风筝。各位朋友，看一下爷爷现在好活泼哦！这一只凤凰呢是独一无二全世界的嘛，对不对？我很好奇，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谢大姐对爸爸小时候的印象是什么？小时候的印象，我爸爸他做事很执着，什么事都要做得最好，最好。他看有时候他半夜起来，他看他的风筝，他看了不满意，他就把它拆掉，就重做。哦，那爷爷真的是对风筝有一个浓厚的情感。对，客家精神吧，他有那一种执着啊，要做到不放弃，认真。也因为爷爷的这个坚持，才让我们看到这一只大凤凰，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凤凰真的，我刚刚看了好惊艳哦。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啊，我觉得也从来没放过。没放过，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觉得我刚刚放完嘛，我觉得现在心情非常的愉快。对啊，就是什么烦恼都没了。对，就是放完，现在心情真的非常愉悦，而且就觉得好像征服了这一个风的感觉。洪大哥，那你对于谢爷爷的印象是什么？哦，我们相处了大概有20多年。20多年。对。他真的做事情很认真。他教学教得非常认真，因为他都到那个大专院校啦、国小啦、国中啦、高中都去教。就是做这个风筝。对，教人家做。感觉爷爷今天特别的活泼哎。今天高兴吗？我很高兴，好久没去了。真的，今天非常谢谢谢大姐，还有爷爷，还有黄先生陪我放这个风筝，我觉得今天非常的开心哎，谢谢。看到谢金健爷爷的风筝飞在湛蓝的天空，就像是在一大片冉冉布上点缀了缤纷的色彩。我看着风筝，好像风筝也在看着我，看着自由自在在天空飞翔的风筝，仿佛我也随之飞翔，俯视着这片大地。而在霜降时节，九降风起的这个时候，一定会想起风城新竹的米粉，这又是一个我们客家人利用九降风这个大自然元素的最佳例子。待会我就要到米粉博物馆来重新的好好了解米粉的故事。我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器具这个叫做石磨，客家话叫磨砂。磨砂，磨砂这要做什么呢？磨米的嘛。对。以前磨这个米一磨的话磨个40、50公斤、上百斤都有啊，所以磨起来会很累。以前我阿嬷啦，我妈妈在磨的时候，他们都是3更半夜起来磨了又要给它压干哦。对，那真的很辛苦可能真的是我第一次体验，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蛮好玩的。
我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追求在地感官极致的背包客，现在就要来了解一下这客家重要的美食之一——米粉的制作过程。温大姐，我走进这个米粉博物馆啊，我发现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不是这些好像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啊？30年代、40年代，那时候经济没那么好，我们的晒米粉就是要利用这个。这是早期用来晒米粉的。这个呢，我们国语叫竹面，客家竹面。竹面。面，嘿，我客家讲那蛋嘞，做蛋嘞。叫蛋。那温大姐，那我们接下来第一个要参观的是？哦，来，现在我们来参观这个地方。看这个。哦，这个我们就把，对啊，这个造型就是米粉。对，这个是我们的造型。博物馆的关键就是米粉。这个米粉呢，就是从我们的大陆。福建的惠安那边传过来的，因为我们新竹呢，就是占了天时地利，因为我们的新竹的风大家都知道嘛，很有名啊。九宫风。九宫风，对，在每年的10月、11月、12月，九宫风很强的时候，这个是晒米粉最好的时候。温大姐是有听说过，就是米粉有另外一个由来，就是说它也是早期就是为了方便携带，因为以前我们就是要煮饭的话，是比较麻烦的，会比较时间会拉比较长。可是米粉是可以直接就是带着携带方便这样，对不对？哦，对，说到这个米粉，在早期是高级的礼品。譬如说我要去阿姨家啦，去那个姨婆家啦，长辈啊都会买个米粉，算送给客人啊，是算这个伴手礼是很贵重的。温大姐，我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器具，这个是什么？这个，这个年纪可能有比我老了。真的吗？这个叫做石磨，客家话叫磨砂。磨砂。磨砂这要做什么呢？磨米的嘛，对不对？对，把米泡在水里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要来磨了。以前磨这个米一磨的话，磨个40-50公斤、上百斤都有啊，所以磨起来会很累。以前我阿嬷啦，我妈妈在磨的时候，他们都是3更半夜起来磨了又要给它压干哦。对，那真的很辛苦可能真的是我第一次体验，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蛮好玩的。它磨好了以后呢，就用这个大石头，要把它水分压干呐。早期是用大石头压干好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蒸笼里面去蒸。蒸笼要蒸熟。对，要给它蒸熟。这个是炉灶对呀，这个就是现代的瓦斯炉嘛。瓦斯炉。对，以前还要上山捡个比较干燥的枯木来给它烧柴火这样。刚刚看到这样做下来，其实都是用汗水累积出来的米粉那真的就是早期像刚刚大姐讲，就真的是伴手礼了，对不对？对。对啊，好辛苦哦。对呀，又磨又碾又压这样。对呀。温大姐非常巨细靡遗地为我说明了米粉的由来与典故，也让我了解了从古到今的米粉制作过程，以及制作米粉所使用的工具演进史。从人力到机械的使用，为的都是要让米粉制作过程更简单以及快速。当然，现在也不容易找到所谓的纯手工米粉。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现代的技术是怎么样制造米粉的吧。我想问一下，制作米粉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我们就要先磨米，把米磨成粉，然后磨成粉，然后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混合搅拌机，混蒸机里面去蒸，把它蒸熟。我们的混蒸机在上面，就先磨完，然后搅拌。对，然后搅拌出来，把它揉成米团一样，然后我们搅拌之后，然后送到这挤压机，这挤压就出来这从有没有？我们就从这种桶底，像这样。这很密的这样的，一个洞一个洞。对啊，这个洞好小哦。对，很细。这个要超过5-6千个。5-6千个。对，然后5000个左右，然后经过这里放在这里面，然后挤出来就是面粉丝了，就这样面粉丝了，一丝一丝的。好细哦，像线一样那么细，像非常的细耶。对，像华氏这样细。而且真的很像。对，这有名味。这就是挤出来的面粉，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断。然后再下去蒸熟所以要再蒸第二次对，因为这还没熟。刚刚蒸只是把它蒸半熟，对，糊化，把它蒸完一点。挤压完之后又要把它蒸全熟。对，那我们再放在这个网子上面，蒸完之后就像这样，你看这个很黏。真的蒸完变黏嘞。对，给它慢慢冷却，冷却后我们就把它送到这边来揉松。你看机器揉后就比较松了。
就这样一样松松的。原来机械化之后，虽然可以量产米粉，但是最后一个步骤还是得利用到日照以及肘降风。不过，在米粉博物馆有个可以自己制造米粉的体验机会哦。道玄马上来试一试。大家都有吃过米粉，对不对？对，你知道用什么米做的吗？给你猜猜看。蓬莱米吗？哎，蓬莱米不对，蓬莱米是我们三餐要吃的。再来米对不对？再来米。对对对对，哦，弟弟好聪明。为什么要用再来米啊？哦，再来米它本身比较 Q， 哦，人家讲的再来米 Q， 糯米黏啊，蓬莱米脆。所以说做米粉一定要用到再来米来做。再来米做出来的那个品质就是最好，所以我们通常在市面上吃到，其实都是用再来米。再来米做的，对对学到了哦。好，再来米呢磨成粉，哈，经过机器搅拌，现在做成这个叫果团，这个是半生熟。好，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果团呢，我们要放在一个铜川里面。米粉的粗细呢，哈，就是要经过这个铜川。这个我看过哎，这个刚刚在那个郭老板那边啊，他们那个工厂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那个，然后你们这个是非常小的。对，这个就是要好可爱哦，缩小版的，对，缩小迷你版。缩小版的这个果团就把它放进这个机器里面，来，这个是让你体验压制米粉那种乐趣。早期的话是纯手工嘛，哈，这样一直上下吗？对，一直上下，然后这个中心这个主轴呢，它可以慢慢的下来。我有看到，就是我在压，它是慢慢下去嘛。对呀。这就是手工。对，纯手工。慢慢的把它往下压。对对，它越来越重的时候，米粉丝就会从这个铜川这个地方下来了。米粉出来啦！真的米粉哎。对对，有看到了啊。这感觉好奇妙哦，自己体验那个米粉制作出来。对呀对呀，很好玩哦。很好玩哎。不瞒你说，是真的会酸哎。会呀。就是真的会酸哎。就是酸，就表示说以前的人做米粉很辛苦。对，真的就是那个辛苦，真的是如果用早期那个木头啊，我觉得好辛苦，对不对？那更辛苦了。米粉压出来以后，来我们就会把这个米粉给它扯下来。这个是我刚刚自己辛苦 DIY 的手工米粉。温大姐，那接下来的步骤要怎么做啊？来，我跟你说，现在压出来的米粉是生的，这个是不能吃。这个是生的。对对对，我们要拿去蒸。下一个步骤是蒸。对对，要把它蒸熟。蒸熟的话呢，来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来，蒸熟了就变成这个样子。原来蒸熟的米粉是长这样，水分有点干干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个步骤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做劈米粉的动作。这个就是劈米粉。对，把米粉劈成四四角角的，要劈得漂亮一点哦。做好了以后呢，我们就要拿到外面去晒。好啊好啊，那温大姐可以带我去看晒的地方吗？可以呀可以呀。好，那我们可以直接走了哈。好，拿这个去晒。对对对，可以。温大姐，我刚刚看你一直把米粉拿起来捏它，好像是在帮它把脉，这样是在检查它好了没，是不是？对呀，这个米粉一定要经过这个太阳给它晒晒出来的米粉呢，品质就会好。它就是利用我们新竹的旧工房，来晒枣，比晒枣来。安尼米粉品质又好又厚实。米粉呢它需要7分的风干，3分的日晒，做出来的米粉是最好吃。好，那温大姐怎么知道它这个好了没啊？我们就要凭这个手感，这一个来这样拿起来，我们这个里面呢要给它稍微手这样进去给它摸一下，这个是半干哦，半干，这个还半干的，对对对，还需要大概2个3个小时。有感受到它的那种干半成品，对，还有一点点湿度。对对对，还有一点湿度，有湿度的话，它会散骨。散骨你听得懂吗？就是散骨是洗锅，洗锅是什么？洗锅就是散骨啊，就是发霉的意思。发霉发霉了所以说这个米粉就是靠天吃饭的。对，天气好的话，我们的收成就很好。那温大姐，我看这个摆设的这个
方向啊，是有需要摆有朝哪一面吗？还是哦，这个你问的这个很好，这个就是重点。譬如说，他今天刮的是东北季风，背面就要向这个风，因为风是要来吹，向风，向风不是靠它的面哦。我以为是正面吹过去，哎，不是，这个呢哈，风从这个北边来，这个背面就要向风。今天假如说刮对，个，今天的风是这样吹来的。对，譬如说今天是吹个西南风，哎，方向你就要把它翻成这样，就要变成这样。这个一定要有一些技巧哦。你要看今天的风是从哪边来。你看现在今天吹来的那个风哈，有没有从北边这样吹过来？就是著名的九公风。九公风，对，然后给塞着了。塞着。哎，这个就是完成这个米粉的过程了。真的，这个好大好多，是它的应该是好几倍了。4倍了吧？对，它大是4倍了。对，你看差那么多。温大姐，你说的干是完全的干，就是零水分那种干？没有水分了。哦，是已经就是完全摸，不可能有任何湿度的那种干。啊，没有了。哎，这样子才可以。像你这样才是完成品。对呀，你看看。对，这个还是有一点点湿度。对。那大姐，我赶紧再帮忙你看要做什么好了，帮你检查。哦，这样子是吗？好，来，现在给你看到。来帮你检查。现在米粉呢已经晒干了，对不对？阴干的好，来，现在又要来包装。包装，你把米粉放进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调味包。好，这个是含有古早味的哦，油葱哦。哦，油葱。哎，香香的哦，哈。好，也要放进去。放进去，对。还有这个是调味包，哇，这样子一包就完成了。对啊。温大姐，其实今天呢，我觉得我体验下来啊，以后我觉得我吃米粉都会有一个尊重跟珍惜。就其实我发现这个制作过程其实也是蛮不简单的。今天呢，太阳这么的好，风那么的大，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就制作了这么一堆，真的不得不说啊，自己制作的米粉呢，特别的感动。好，爸妈，我终于可以自食其力了，谢谢温大姐。好，不客气，自己做的米粉很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感，真的。好，不要忘了哦，每天吃一包。好，我一定每天吃一包。我们米粉大餐。谢谢温大姐的爱心。米粉这个简单的传统美食，过程通常是要很早起，在炎热环境顶着大太阳工作。为了能够传承以及引起下一代的兴趣，这套简易的米粉 DIY 的体验，为的就是化繁为简，将老传统的苦力活转型成观光产业。这也是咱们客家人聪明的地方啊！大哥，你们这个三合院红砖好气派哦。哪里？而且普通而已啊。你们保存的很完整哎，这好像我小时候的感觉哦。哎，大哥，为什么外面刚刚不是砖块吗？是啊，可是这里面好像颜色不一样。你看到什么东西？稻谷是不是？还是那个稻谷的壳？还有什么？泥土。泥土。还有稻草。稻草。还有一个东西，牛粪。啊，真的假的？真的。补冬不如补霜降，可见秋补比冬补重要。而小时候有个气味总在霜降这个时节出现，就是红糟。抱歉，我想打扰一下，请问这边是老周红糟鸭吗？是，这边是老周红烧鸭。我在网络上看好像比较复古一点，可是我看到这里好像比较布置的比较精致一点点。我们这边都有整修过，像这些都是客委会辅导的。那我想问一下，那这样子还是纯手工吗？对，我们而且遵循以前的古早做法。哦，我就是要找这个遵循古法的做法，那是有办法参观的吗？可以。可以呀，我可以带你们到我们乡下三合院去看看我们这种红糟的过程。来，道玄里面请。哇，大哥，你们这个三合院红砖好气派哦。哪里？
而且普通而已啊。而且我有看到我们那个客家人的元素，就是我们那个墙角的鹅卵石的哦，你说那个做装饰，那你真是内行。对啊，这个年纪轻轻，你这么懂得这个是以前我们客家人特有的鹅卵石去砌的房子。对啊，而且这个就是有点象征，就是就地取材嘛。是的，对是的，是的。好，我要赶快去看里面了。来，里面请，里面请，欢迎，来。大哥，是你们保存的很完整哎，这好像我小时候的感觉哦。这个是蓑衣对不对？对，这件蓑衣有100年了。有100年，这是我曾祖父请那个以前的长工来家里做的，这还可以穿呢，还可以穿在身上，真的还好100年呢，真的是100年，其实保存的算很好，非常的完美，我觉得是很完整。是的。然后这个是什么？你看看呢？这个好像是喝茶的地方。这个以前人家小孩子生多，这是大床，10个小孩子都可以在床上睡觉。哇，是的，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把它做成喝茶的地方。那这个下面给你猜猜看要做什么嘞？放鞋子。以前的话，客家人是在里面哈，在床底下我们放地瓜，还有放玉米。哦，对，玉米，对，我记得阿婆小时候放比较干的那种玉米。对。哦，对。播种的时候，他把它放里面干燥，然后隔年的时候，来年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干燥，就可以有种子可以撒。是的。哇，大哥，这真的是小时候的记忆耶。是啊，这个是以前的菜橱嘛。对，你看我们收集以前的阿公阿嬷的碗筷。对啊，这个都好早，古早了。像这个都非常久的。对啊。这个海报，大哥是不是收藏很久了？这可能比你妈妈的年纪还大。哦，真的吗？是的。大哥，为什么外面刚刚不是砖块吗？是啊。可是这里面好像颜色不一样。你看到什么东西？是那个稻谷是不是？还是那个稻米？稻谷的壳。稻谷的壳。还有什么？泥土。泥土。还有稻草。稻草。还有一个东西，牛粪。啊，真的假的？牛粪？真的，牛粪是不会臭的。真的吗？我们对。哦，真的没有味道。好，为什么会外面是砖块，然后里面会是不一样？这个以前在早期的时候，客家庄里面，如果说比较稍微有点钱一点的客家人我们就会在外面再砌上砖。那在阿公那个年代，他们称为金包银。金包银，对，金外面是形容金，里面是银，叫金包银。哦，原来这是有个典故的。然后比较稍微，我们就说比较贫穷一点的人，就只有土造房子起来而已。所以大哥，红糟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洗米，然后过来就蒸饭。那这2个我就帮你省略了。那我们来看洗米蒸饭，来这里面，你猜是什么东西？这里面是米。不是。不是米吗？饭，煮好的饭啊，煮好的饭，是的，好亮哦。这是什么？糯米。糯米，对。糯米是我们那个红糟是要糯米做的，糯米去做的。然后我们这是蒸好之后，我们就等它冷却。我们来，冷却在这里。对，好 ，OK。好，第一个步骤是要戴手套。为什么要戴手套嘞？因为我们这个手有汗，就算有水碰到这个制作过程里面，它就不会发酵，它就会变酸，它就不会自然发酵起来。所以那戴手套完全没有水。那接着我就把这个红曲把它撒进去。哇，好漂亮哦，撒均匀这样。是的，撒进去之后嘞，这是有一个黄金比例，10斤米要1斤的红曲，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米酒放进去。那这做红曲的3个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到红曲泡在米酒里面，红色散开来，开始变成粉红色。对，开始变粉红色。那现在手就可以直接去拌它。大哥，所以现在要开始搅拌，对不对？我们就来看手就直接来搅拌。好，我来试一下，有没有很有粘性？对。就把它搅拌，慢慢的捏开，把这个一坨一坨的用均匀嘛，对不对？把它捏开来，不能让它有一坨粘在一起。对，只要看到有一坨一坨的空，把它捏开来。这个有粘着一块一块的白白的东西，把它捏开来，对，让它粒粒分明的，这样做起来的红曲才会全部均匀。其实这个酒味其实算是蛮重的，对不对？是的。它这个我们客家人做这个红糟是为了保存食物，让肉类能够吃的比较久，让所谓的以前客家人的鸭肉从过年前可以吃到清明，
那这个红糟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能够让食物保存，能够从过年前吃到清明节。它可以取代现在的防腐剂嘛？对，亚硝酸盐。那我们的这个制作过程，从刚刚的洗米，蒸饭，然后冷却，那现在是搅拌。那等一下的话，搅拌均匀之后，我们就要入缸了。这个搅拌过程真是酒气冲天啊！还没吃到红糟鸭，我已经先醉了。不过，红糟这个具有健康概念的食材，将红曲发酵取代防腐剂，以达到发色、防腐以及增进风味香气。小时候记忆的味道慢慢浮现了。大哥，像我们刚刚入缸完之后啊，那接下来还要再做什么？我们入缸完之后呢，我们就把盖布。盖布？是。为什么要盖布？来，你把它盖起来，我解释给你听。好，我们让它盖下来。好。盖布的原因，我们要让它静置。那这块布有什么道理呢？因为它们在发酵过程里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产生水汽，我今天如果是木板盖上去的话，它水汽会在木板上面，在木板上面的话又会滴下去，它的发酵就会失败。所以我们这块布是让它吸收吸水汽，对，不要让它水汽滴下去。所以这块布，如果家庭主妇有在做的话，做红糟的话，一定要盖一块布，好让它去吸水汽。那我们要静置多久呢？静置要到21天左右。21天，是的，将近3个礼拜。是的。好，现在我们来看21天前就入缸的，跟我们刚刚做的来做个比较。哇！好鲜艳哦！是的，好像那个红宝石哦。是，味道怎么样？会不会呛鼻？不会耶，不会。它这是发酵的红糟香。对，有差，因为我刚刚闻这个的时候，我是会有点快要醉的感觉。对，可是这个是闻起来是真的红糟，不是米酒香，是红糟香，它自然发酵起来的香气。大哥，这个是不是跟温度也有关啊？温度要控制好，大概在28度左右。28度。是，太热太冷都不可以。像我们如果太冷，冬天要帮它盖棉被。哦，这个盖太冷它不会发酵，它的活菌它不会动。大哥，我们今天的主角是红糟鸭。是的，我还没看到今天的主角哎。是我们刚刚做的是原料，那我们现在的主角来，这个，哇，哎，大哥，这是熟的鸭呢。对，这就是以前我们客家人拜拜的3牲，好，鸡、鸭、猪，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熟的把它泡进去里面，好，这都是我们客家人拜拜的3牲。我们把它整个泡在里面，缸子里面。好，客家人比较节俭，就是因为他逢年过节的时候，他所剩下的3牲肉类，他不会一次把它吃完，他就是留着等有客人来的时候，他就一定有所谓的桌心菜。什么叫桌心菜？你听得懂吗？听不懂。桌子正中央的那个菜，我们客家人称为桌心菜，就是那一盘肉类，那就一定会有一盘肉请客人吃。桌心菜。很美的一个说法哎，是的，这也是我们客家人很好客哦。是的，所以我今天有特别准备了做的桌心菜来请你。真的吗？真的。哇，谢谢大哥哎。好，现在呢，桌面上呢就是大哥刚刚为我准备的红菊料理，有非常多道的料理。大哥，要不要帮我介绍一下？来，今天努力的这一道，你看是什么？这红糟鸭。是的，你可以先来夹一块来试试。好啊，这就是红糟鸭。是。哇，其实它的那个颜色好漂亮哦，是粉红色，是亮亮。你可以尝尝看。好。好香哦，好香哈。有淡淡的那个酒香味，还有那个红菊，还蛮入味的。是的，所以吃起来那个口感非常的爽。是的，我这边再特别为你介绍这一个红糟蛋，这个是以前经济状况没那么好的客家人他们为产妇、孕妇特别设计的，因为为孕妇特别设计吗？是的，他那个一般以前我们客家人那个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他们坐月子期间就煮麻油鸡。然后呢，经济状况没那么好的，家里有母鸡生蛋、鸭子生蛋，就把它煮熟来去腌制，一样有功效。反而这个功效更好，因为麻油鸡是热补，这个是温补。哇，我们客家人真的很厉害，就是用最小的
成本，然后去做出最大的价值是的，是非常的好，真的厉害。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啊，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所谓的客家红糟，是的。那我想问一下，跟闽南做的那个红糟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客家人是要它的糟的酱，所以我们在发酵的期间哦，是大概是70%。那闽南红糟他们要的是酒，它要取酒，所以让它几乎是100%发酵，所以让它浮起来那个是叫酒粕。像福州红糟的话，他们是腌制生的东西，比方说鳗鱼啦，生猪肉啦，那些直接去腌制，他们要拿起来，然后还要再料理过、再煮过才能吃。哦，所以差别是我们是客家是用手的嘛？对。那其实红菊本身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功效啊？最能够了解在食材上面的话，它能够取代防腐剂，取代亚硝酸盐。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颜色，取代色素。这个就是天然非常漂亮的，是的，调色了，因为它每一个加上这个颜色之后啊，我觉得会增加那个口感跟食欲。这些东西几乎一定要是逢年过节才会有，所以都会讲一句话：有红有酒有年味，有红有酒才有年味。那另外我再加一句：有肉有酒香，更有浓浓的人情味。有肉有酒香，更有浓浓的人情味。因为我们客家庄，你来了一定有一个桌心菜。霜降是秋天最后的节气，它象征着秋收的忙碌期跟丰收。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酒降风。我看到这里的客家人善用大自然的天性，然后带着老祖先的智慧，一起继续的传承与创新。在今天呢，我体验了晒柿饼、晒米粉，还有红糟鸭。虽然这个过程呢非常的不简单，但是呢，我看到成品的时候，那个快乐跟感动是加倍的。让我更尊重、更珍惜这些食物。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创意的古朴饰染跟爷爷的风筝艺术。我很喜欢爷爷说的那句话：要做就做到最好，否则就不要做。这是我们年轻人一定要学习的客家精神。还有，今天呢，真的是收获的非常非常的多。我强烈的感受到呢，他们乐活在这个天地的节奏中，继续发酵这么美的客家文化。